我想问一下，因为市长今天来到这里跟竹科，当然跟这些也是青年的座谈，但是相对而言，毕竟这些他们的背景是属于科技业，是大家一般认为在年轻人里面，他是属于星级比较高的一层，但我没有说他们一定是有什么特别的阶级，但是针对一些现在大家最关心的所谓低薪的劳动阶层，市长有什么样的政策跟看法？那我们到时候像低薪的劳动阶层，或者青年农民、青年渔民，或者青年的自由创业者，我们也会有不同的座谈会。这一趟我讲土地倾听之旅，今天到了新竹，跟所谓高科技界的青年朋友来座谈，也是听一下他们有什么想法，有什么希望我们能够大家来配合或者能够让它变得更好，像这些意见。所以未来像类似这种座谈都会有，而且涵盖不同层面。那低薪的问题，劳工青年朋友低薪的困境的问题，我其实在某些场合已经表述过。未来我们还会再进一步的来表述我们的想法，好吧？市长想问一下南港房子的问题，像民进党质疑你向台北施压，然后认为各自会被知道不是国家机器的问题，是因为你当时在转售的时候就把转售单给大家看，所以各自才会被知道。这方面可不可以再帮我们说明一下？施压，就是你刚刚题目是施压的。对，台北施压还有转售单。从离开立法院10几年，然后长期没有工作。如何施压？我当立法委员的时候都没有施压过，然后离开立法院10几年是在失业的状态施压。那个时候心情应该是要到按摩院去舒压，怎么可能施压？提这个问题的民进党立法委员可不可以教我一下怎么样施压法？大家再试想一下这个时空环境，一个中年人长期没有工作，离开立法院11、12年，转头可以去施压。欲加之罪，何患无辞？而且买南港的房子是8年前，我们很清楚，大家都有一个梦，希望有一栋房子离捷运站比较近一点。最后发现高估自己的经济能力，决定把它转售掉，就这么简单了，完全是合法的。这个时候拿来做文章，什么意思呢？好不好？好，谢谢。不是，你没有听到说所谓侵害隐私的问题哦，但是很巧的是，在周刊爆出之后，民进党立委林俊宪马上就有所谓的存证信函相关的事宜，不管内容到底是不是真实可否，但是这个所谓存证信函究竟何来，是不是您这边有点质疑？而且包括所谓台北背后有所谓农委会作为一个股东的身份，所谓的陈吉仲现在的农委会主委，当时是副主委，也刚好是在2016年是台北的董事长。这一层关系你怎么看？我觉得政府有关单位、相关单位应该可以去查。我们现在大家都在提倡个人资料保护法，如果个人资料被不当的泄露出去的话，有关单位一定要去查。这已经不是韩国一个人了，是2300万人民共同的权益了，好不好？好。市长刚有提到要照顾低薪劳工，那在劳退或劳保上面有什么做法？我们这个院长有一套比较现在要帮助劳工朋友的论述，我请张院长简短来说明一下。好，低薪的劳工朋友，我们今天刚好既然问了，我们就把我们的所谓劳动3件跟大家报告一下，或许还没有机会讲。第一，现在其实我们了解，尤其是中部地区的这些传统制造业、工具机业者等等，有很多现在都在放无薪假，所以我们有一个政见是准备要去修改这个就业保险法，要让无薪假也可以得到保障。譬如说，他因为无薪假损失的薪水，我们希望由这个保险里面能够支付他60%的津贴。换句话说，他在没有薪水这无薪假的期间，至少还有60%的薪水可以拿。这个现在我们就业保险法没有办法做，我们准备要修改。第二，这个低薪的劳工其实每个月薪水几乎都会用光，很难储蓄到将来的这个退休以后的生活。所以我们准备，大家都知道说，现在每个月的薪水，你的雇主会提拨6%放到你的个人账户，将来你退休以后作为你的退休金。然后呢，也同时开放我们的劳工也可以相对的把6%的薪水也放到同样的账户。但是现在有93%的劳工没有用到这个自提的方案，为什么呢？可能是因为诱因不足。所以我们准备设计一个诱因，就是针对这93%没有自提，这个最上限是6%的这个薪资我们准备说，你只要愿意提1%，我们政府就跟你 match， 就是相对的提1%。换句话说，在这个劳工
可以提的这上限6%，其实他只要提